自2026年7月17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耶和作王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梁记下卷第9章第1节到37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梁记下卷第9章。先知以利沙叫一个先知的学生来，甲伊讲：你着准备出发，摕这班油去基列的拉末，到遐着找临时的孙约沙法的囝耶户，对伊谈判的中间，请伊出来，带伊入内房，将班内的油倒伫伊的头壳，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以色列的王，了后你着开门，赶紧逃走。这个少年的先知就去基列的拉末，伊到遐看到众军官做伙坐伫遐，伊就讲：将军，我有一项代志要甲你讲。耶户讲：你要甲阮倒一个讲？少年人应讲：将军就是你。耶户就起来入去厝内，少年人用油倒伫伊的头壳，对伊讲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上主的子民以色列的王，你着杀死你的主人亚哈全家，互我通报复亚西庇留上主的仆人、众先知甲其他所有仆人的血。亚哈全家拢着灭亡，所有伫以色列中属亚哈的查甫人，无论是自由的还是无自由的，我拢要甲因消灭。我要互亚哈的家甲尼拔的囝耶罗波安的家同款，嘛甲阿希亚的囝巴沙的家同款。到要伫亚述列的田园食亚西庇，嘛无人甲伊埋葬。少年人就开门逃走。耶户出去来到伊主人的军官遐，有一个问伊讲：检有甚物代志？是安怎即个少个来找你？伊甲因讲：恁捌迄个人嘛知伊话讲甚物？因讲：莫骗阮，你着甲阮讲。耶户因讲：伊甲我讲，上主安尼讲，我选入你做以色列的王。因逐个人赶紧用家己的外衫铺伫屐仔的顶站，互耶户徛伫顶面。因分扫甲宣布讲：耶户做王啦！安尼临时的孙约沙法的囝耶户陪伴约荷兰，约荷兰甲以色列军兵捌防守基列的拉末，因为叙利亚王哈西攻击以色列。后来约荷兰王倒去亚述列，要医治伊甲叙利亚王哈西交战的时受的伤。耶户对遐个军官讲：既然恁拥护我做王，就毋通互人逃走去亚述列报消息。耶户就使战车去亚述列，因为约荷兰还倒伫床呢。犹大王亚哈谢已经去伫遐探访约荷兰。有一个守望的徛伫亚述列城墙顶的守望台，看到耶户的军队来，就讲：我看到一阵军队。约荷兰讲：派一个马兵去接伊，煞问伊讲：有平安无？迄个马兵去迎接耶户，讲：王帝问有平安无？耶户讲：平安无平安，无你的代志，缀我后面。守望的报告王讲：使者到因遐，煞无倒转来。王搁派一个马兵去，伊到因遐讲：王帝问有顺利无？耶户讲：顺利无顺利，无你的代志，缀我后面。守望的报告王讲：伊去因遐，
嘛无倒转来。赛车的冲真凶，看起来若亲像是临时的孙耶户。约翰兰就讲准备战车，因就甲伊准备。以色列王约翰兰甲犹大王亚哈谢坐家己的战车出去见耶户，因伫亚述的人拿别的园拄着伊。约翰兰看到耶户就讲：耶户有平安无？耶户应讲：你的老母亚西弗的阴性邪术要遐济，哪会平安？约翰兰就甲车势翻头逃走，对亚哈谢话讲：亚哈谢反啊反啊！耶户出力开弓，射着约翰兰的脚趾柄，箭对伊的心脏捅出去，伊就跌落去，死伫车内。耶户对伊的军官毕甲讲：甲伊迄伫亚述的人拿别的园呢，你着会记得你甲我做伙坐车缀伊的老爸亚哈的时，上主对亚哈的预言。上主有讲：我昨有看见拿别甲伊的囝儿会飞，我立誓，我要伫即区园报应亚哈，打着照上主的话，将约翰兰迄点即区园。犹大王亚哈谢看到安尼，就往别合间的路逃走，耶户入伊话讲，嘛着甲拍死。接近伊必然上孤年的山坪的时，亚哈谢伫车内受拍伤，伊逃走去米吉多，就死伫遐。伊的人神用车甲伊的尸体载去耶路撒冷，甲伊安葬伫大卫城伊家己的墓，甲伊的列祖做伙。亚哈谢做犹大王的时，是伫亚哈的囝约翰兰11年。耶户到亚述列亚西弗听见，就西装打扮，对窗仔看外面。耶户入城的时，亚西弗对伊讲：杀死主人的心里，你有平安无？耶户举头往窗仔看，讲：养护我的人伫倒位？有2、3个太监对窗仔压底看伊。耶户讲：甲伊下落来。因就将亚西弗下落去，伊的血喷着墙壁甲尾。耶户使战车甲伊的尸体交过。耶户入去也食也啉，讲：恁去处理迄个受咒诅的妇人人，煞甲伊埋葬，因为伊嘛是王的查某囝。毋过因去要甲伊埋葬，敢若找着伊的头壳甲骹手的骨头。因倒来甲耶户报告，伊就讲：这拄拄照上主通过伊的仆人提士比人以利亚所讲的话，到要伫亚述列的田园食亚西弗的肉。亚西弗的身尸伫亚述列的田园画甲笨相款，无人认画出。耶户做王，伫列王记中就讲到3个王受抹立做王。建造圣殿的所罗门、圣殿界记者约阿斯甲耶户。换句话讲，因拢通被称作弥赛亚，就是受抹油的人。耶户是以色列国唯一受抹油设立的王，另外2位是犹大国的王。检采以利沙派高抹耶户的少年先知，亲像痟的，或者伊甲疯狂传互耶户。耶户伫内房受抹立做王，迄暗中的细声话，无偌久就是有公开宣扬。因逐个人赶紧用家己的外衫铺伫屐仔的顶层，互耶户徛伫顶面。因分扫角宣布讲：
耶和做王啦。耶和受膏抹是要成做上主的刀，亲像少年先知所讲：你着杀死你的主人亚哈全家，我通报复亚西庇留上主的仆人，正先知甲其他所有仆人的血。唯有只有这个所在讲到人甲外衫铺垫地面迎接新王。伫新约时代，直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，安尼的场景才搁再出现。耶稣入城以后，随即伫圣殿车刀对换银钱的刀仔，向电动时接压圣殿敬拜的权威者抗议。耶稣的行动算是温和。耶和的作为却异常暴力，伊展开的杀戮被解读做邪恶。总是先知膏抹耶和做王，本来就毋是为着平安，是彰显上主的公义。耶和出来开经，这出来开经希伯来文片语，伫出来及记29章35节。利未记第8章到第9章出现时，拢翻译做承接性质。若照旧约的脉络解读，耶和出来开经的行动，就亲像祭司甲敌对上主的王写落来。当当时，以色列王约翰兰问耶和有平安无？耶和应讲：你的老母亚西庇的阴性邪术要遐济，哪会平安？这个对话充分表达耶和对亚西庇的厌恶，要对讨伊为以色列带来拜偶像、淫乱、杀害的罪。耶和来到亚述的城，亚西庇对伊军事叛变了然于心。西装打扮迎接，穿耶和做心衣，暗讽刺耶和将得要亲像以前军官心里发动政变，但干那做王7日尔。耶和伫宫廷官员有找到盟友，爱因甲亚西庇对王宫沉落去，因照做伊的血就怎点城墙顶和马仔的身上。縒原文是朽，这个动词搁较常用伫赎罪之血朽点单顶，意思是即件事正做耶和所献的罪。已故的台湾总统李登辉捌讲，一个领导人伫咧追求历史定位的时，上大的有限就是权力的滋味，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。这句话绝对是真理。拄亲像今仔日的技术，提醒所有掌握权威的人，若家己掠做独大，任意妄行，上主必定会追讨伊的罪，彰显真正的义。默想，我拄到的领导者中，有倒一寡领导的特质，值得我学习？我拄到的领导者中，有倒一寡领导的特质，值得我学习？咱来祈祷，上主啊，求你赐予掌权者智慧，予伊明白权威是你所赐，爱心存谦卑敬畏，才当予人民蒙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